全港大約有8%，即係大約56萬人係乙型肝炎帶菌者。你會唔會係其中一個人呢？患者透過母體、血液或者體液傳染，大多數病人都冇病徵，病毒對身體冇明顯破壞，但有大約1/4帶菌者最終演變為肝硬化或者係肝癌。以為年年驗身就可以買個安心，醫生就話要驗身計劃包括呢幾樣先有用。我哋可能都會做一啲抽血嘅肝功能測試啦，乙型肝炎嘅E抗原同埋E抗體啦，病毒數量啦、甲胎蛋白啦嚇，一個超聲波嚇。咁如果未做過纖維化掃描嘅，都應該要做翻一個咯。咁如果你話後生嘅，可能20零歲，可能1年做一次就 OK。咁但係如果有翻中年啦，可能40歲或以上，就半年度都要檢查一下，有冇出現有啲咩問題咁樣咯。醫生建議患者要定期檢查，保持健康生活模式同採取安全性行為，減低傳染身邊人嘅風險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